却相符。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我的主，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兄弟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你欢喜公义，万分不发。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用欢喜的油抹你，赢过你食的同伴。你的衣裳拢有蜜药、沉香、玉桂的香，对唱歌的王宫有王宫有诗弦的乐器，互你欢喜。咱三个来学乐咱的上帝，来献开圣诗第18首。我心学乐上帝，圣诗18首。我心学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白，天地万物三角音声，学乐伊大尊名。手握苍远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交存。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学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美，天地万物三角音声，学乐伊大尊名。千古长安最终，又将大海关锁，显明伊大爱明明光，爱公义交存。我心学乐上帝，世间情郎的美，公中会将因是最下，学乐伊大尊名。天最草木其水，光辉对其变碎，天光照来，阳光吹来，光明大地光。我心学乐上帝，你的本地之内，虽然代代暂时将留，光明不当的心，幸福因果对境，我最对你之应，你的高贵行最敬的，应本地上辈。咱有缘徛伫，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伫圣神投胎，为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掠倒入来受苦，因时月死败从乐营府，第3日伫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来掀开圣诗后壁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8篇。启应文第58篇，那伫圣诗的后壁面是伫1103面，那显着咱三角来启应。关系这的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
笔菜是腰五，善者是为了，还是参事？照圣经所记载，就恁的天国，万为你面对死的威胁，愿互人看做伫得要杀的羊。拢毋是伫遮一切代志，咱靠听咱上帝听到村，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通灵者，还是管理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铁灵，还是地的神灵，还是其他的那种。三个来，拢毋通熄灯，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读，愿上帝通过伊的话来祝福伫咱，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互阮每一个早起时，拢通欢喜来亲近你。阮就要向你献上感谢，互阮的每一天拢确实感受你的同在。阮当搁一摆住伫遮，因为疫情的关系，甲阮的经历，阮互阮通知三堂聚会、三堂敬拜你，是遮尔值得欢喜的代志。阮深深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甲保守，互阮会通生意通过变换更新，领受新的稳定，互阮对肉体到心神拢兴旺，互阮有教育的智慧来面对阮逐人生活的挑战。是啊，主，你的慈爱永远无变，你的信息到伫万代。每一日日头的起落，甲不闪时的落雨，拢是你定着。虽然日头有时炎热，落雨带来不便，总是这是草木所欠用的。阮人有时欢喜，有时忧闷，总是主你伫看顾，要爱热个伫阮。主啊，阮昨昏有通过礼拜来追思阮逐个拢以后的草马，人生的祸福变幻无定，求主你，互阮有智慧，通来明白你的旨意，互阮通甲主你来同工。但愿求主你开阮的目睭，互阮通看见，无论是拄着大水、地动、火烧的灾害，或者是人手所造成的攻击、反抗，还是破坏，所失丧的性命，所受伤害的遮的国甲人民，主你会毋甘甲疼惜。主啊，求主你安慰遮的人，因为每一个拢是主你用宝血救赎转来的。主啊，求你施罗怜悯，互因通来保全性命，互遐会做头人的。求你互因通对你的听来听人，对你的公义来作为，即实来看待判断，精神调整家己的行事，来发挥因对好的影响，减少因对歹的一个影响。我也要游玩，为着新冠肺炎的疫情，主你恳切来祈求，互阮这一波伫第二塔病毒的疫情中，透过疫苗的研发甲普及，有效的防疫手段，甲逐人注意谨守甲节制，通来减轻，通来控制。特别是遐个防疫的人员，求主你特别保守因的心神平安，有教育的休困，也保守因的家庭，互因通安心继续所做的代志。无论是伫研究、规划、判断，甲各项的作业，拢愿自你的旨意得成。主啊，你袂捌提示阮的祈祷，也袂捌互你的慈爱离开伫阮，求你通过你大搁有气力的话语，改变阮的生命。透过祈祷甲你三千军，通过你十字架的救赎，认罪悔改。有时毋敢承认你的名，有时惊踏
甲基督徒的名无相称。有时阮会贪心、贪恋世间的物；有时惊得失人，搁较大滴得失你。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有机会为主你来做工，也互阮会当哪行哪甲主你相活。主啊，阮也要求你保守遮的青少年，因为伫要开学，求主你互因有安静的心，无因为家己的少年就轻好家己的能力甲使命，通对敬畏耶和华来开始学习智慧。阮也要对遐个月甲阮遮来到遮，甲阮三界敬拜你的人，求主你互因的心思通达，透过逐样的方式坚定因的信仰，撒甲欢喜来敬拜主。最后，阮也要将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主，互阮定睛伫你，领受灵命的更新，也保守丁牧师甲伊的家庭一切的件事。愿阮的心所想的、喙所讲的，拢有主你的欢喜。但阮要齐声开喙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绝案入得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缘，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时要来请咱的圣乐队来学咯，因为学咯的诗歌是救主耶稣，救主愿你做我牧者。
是啊，主真疼咱，咱大家来看圣经的话。圣经的话记载伫罗马新约罗马人书第1章。新约罗马人书第1章，咱们来看第18节到25节。罗马人书第1章第18节，因为上帝的生气对天显明到地人，拢总会不虔不义，就是用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的。因为论到上帝，人所通捌的意义，有显明伫因的心内。因为上帝捌显明指示因。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永远的权能甲圣洁，凡所未看见伊的，对受创造的物想了就明明看见，互因无路通推脱。因为因既然捌上帝，若是无认光伊做上帝，也无感谢伊，就是因的思想变做空空，因的未晓悟的心变做黑暗，家己称做知识，反转做戆，将未败坏的上帝的荣光，来换未败坏的人，甲禽兽、通拖食的上的款式。所以照因心内的需要，上帝交付因伫无清气，互因的身躯3人肉，因用上帝的真换做假，敬拜服侍受造的物，骹过头伫受造物的主。伊是堪得而乐到代代的。阿门。圣经以上，当要来请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明明通知的真理。明明通知的真理。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会当参加组织来敬拜上帝。嘛感谢咱关头教会的接纳，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圣经学院伫这个所在，甲大家请安。我相信咱真个兄弟检采真侪活动，捌去过圣经学院。圣经学院的设立其实就是要帮助正教会，毋但是其实早前有真侪遮的学生来培育遮学生，来成做真侪教会事工的遮人才。因为时空环境变迁，虽然无收学生，却是即个环境又愿成做真侪教会会当伫迄所在办理活动，真侪团体伫迄所在办理活动的一个所在。圣学院的设立目的就是要帮助正教会，互教会兄弟伫迄所在去经验着上帝听，互教会兄弟伫迄个所在，搁一遍去明白咱的信仰所显明的意涵。其实这几年圣学院有真侪遮相关的课程。是要帮助一寡的牧者同工，借着咱讲灵修的课程，互正教兄弟会当较清楚来去伫灵修内底甲上帝相拄，借着遮的牧长同工的栽培，转来到教服侍时，互兄弟搁一遍去伫信仰内底得到造就来提升。所以邀请大家继续来关心圣学院的事工，邀请兄弟有有机会会当伫圣学院来去举办。所以咱周报内底今日嘛有业圣学院的奉献茶啊，邀请咱会当借着关心带到圣学院，互圣学院继续会当成做正教会的祝福。邀请咱即时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你的听，感谢上帝你的恩，互真侪信仰的前辈看见台湾福音的需要。这个早期圣学院来去栽培、造就真侪教会服侍同工，来利益正教会。嘛，借着圣学院真侪遮空间、场地、遮活动，来去祝福正教会。愿上帝你继续看顾这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校，恳求上帝帮赞，互真侪兄弟伫现今这个时代，借着圣学院各种的事工，借着圣学院遮环境、空间。会当甲上帝相拄，搁一遍培养阮的生命，搁一遍造就阮的信仰，互阮会当借着圣学院的服侍，来成做正教会祝福，成做现今世界光，现今世界盐。
愿上帝你继续看顾保守这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校。我上帝恳求你继续帮助阮，伫早起阮三甲自习敬拜时，借着你的话，互阮搁一遍晓悟阮的信仰，明白阮的信仰，搁一遍鼓励阮的信仰生活。基督靠耶稣的名求，阿免。前一阵仔，真学生拢伫厝呢，拢无去学校上课。阮两个查某囝嘛，拢伫厝呢。真侪时阵，因拢伫厝呢时，有真侪咱讲好无聊这话，我时常听到以外，搁一句话，有一句话我嘛时常听到。因拢找物件时，因拢时常讲一句话：奇怪，我明明放在这里，我明明放伫遮，其实我明明放伫遮，还是讲我明明这句话，这个明明。这个事真趣味，我毋知咱有迄种经验无？会当讲，我明明放伫遮，是讲我明明的是，迄物件有找到无？我东西我明明放在这里，当你讲我明明放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找到无？无。确实，你为什么讲我明明？明明其实这个词其实现字典，明明这个词意思啥？明显、清楚。确定，所以字典内底伊个有造句哦，造句伊讲啥？这个物件明明是我的，你太讲是你的。这个东西明明是我的，你怎么占为己有？表示讲这个物件真确定是我的啊。但是咱去想看觅，我拄仔讲，咱检菜拢有这种经验，找物件是咱讲我明明。我明明，迄个我明明就表示讲，咱确定，咱有迄种会定着讲，我这个物件就是放伫这个所在，我明明放在这里，但是我要找时，却找无。到底我所认为我明明，我明明，甲真正的明明差别伫倒位？哇，7早8早，牧师你来甲阮绕口令。其实你想看觅，其实咱毋若是你找物件是有即种会当讲落差。真侪时阵，咱面对真侪的咱讲观念、态度，甚至有时去面对生命的价值观，面对生命的价值的事，迄个我所认为我明明，甲真正的明明，其实是有落差的啊。伫即个互咱头脑体操绕口令的过程内底，其实这就是今日罗马书保罗要互咱看到，这真要紧的部分。保罗真清楚要互咱看到，有关生命的真理，上帝伫创造天地时，就已经放伫这个世间。上帝创造世界，就已经把生命的真理。确实的放在这个世界中，所以你会当讲，上帝已经将生命真理明明放伫世间，明明放伫规个伊所创造万物内底，互世间万物真清楚明白，会当去了解上帝真理。上帝真理是甚物？世间万物照着伊所吩咐一切。世间万物照着上帝的规矩，会当领受甲上帝结连的丰富、丰盛甲美好。所以这是保罗所说，上帝创造天地时，那个真理，那个生命的真理，已经咱讲真明确，伫这个世间，世间众人、世间万物来显明。确实，迄个真正的明明，因为什么缘故，已经变入去。上帝放在世间那个确实、明可知的真理，因为罪缘故，因为罪的缘故，地到迄个真理已经互人扭曲去。罪，我相信郭牧师真侪时阵会甲咱的兄弟提醒。基督教信仰所讲的罪是甚物？
无专心专注、完全自信伫上帝，无专心专注、完全自信伫上帝，这就是罪。就是因为人无将生命一切焦点完全专心专注放伫上帝时，安怎都会脱去啊！就因为这个脱去，造成人将迄个上帝吩咐明明通清楚知影真理扭曲去，变做我所认为的明明。上帝明明可知的真理，因着罪的缘故，扭曲成为人自己以为我明明知道的生命真理。若是你讲甲足清楚，但是阮犹原听拢无，你要讲什么？其实咱用一个咱台湾社会有一个咱讲会当较贴近，咱会当去理解的一个概念。台湾人拢追求什么？平安。台湾人拢追求富裕。台湾人都喜欢发大财。所以其实咱会通想看卖，咱都要讲，上帝创造世间的时，将生命的丰富，将生命的平安，这个清楚通知的真理放伫世间，就是顺探上帝。却是人因为罪缘故扭曲去了后，变做用人以为明明可知的方式来追求平安，来追求丰富。譬如讲什么？譬如讲，伫店里柜台顶面爱放一只招财猫，手安尼一个一个一个。伫店里柜台顶面安怎？爱放一只周钱，赶互伊含一个铜钱。还有什么？计算机上面要贴一个铜板，都会趁钱啊！甚至我唔知，这应该是最近差不多5年、10年，最近可能检测有一寡兄弟恁的公司嘛有碰到的状况。伫电脑顶面爱放一包乖乖，唔那是乖乖哦，乖啥？绿色的乖乖，不能放红色的哦，要放绿色的乖乖。哦，你的电脑、你的机械都会运作顺利，会当互你赚大钱。为着要互我办公厅，迄钱会当不断来赚钱，都爱哈，要放一个鱼缸，有没有？水生财。哦，有鱼缸内底饲什么鱼？可能咱一寡兄弟知，差不多10几年前，台湾流行饲什么？要养一尾红龙，哇，就表示你赚大钱。最近可能办公厅无法大，无法度放鱼缸，都爱放一个水盆。水盆内底还有一粒石头，水在呛，迄石头还一直滚的，迄个啥？财源滚滚。哇！咱看到台湾太济时阵，人所认为明明通知的真理，人以为明明可知的真理，就是我放这物件，我用这物件，我就会赚大钱，我就会平安，我就会富贵。这就是保罗所讲，已经扭曲去的真理，是人自己以为清楚的生命真理。保罗提醒咱，这一切拢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扭曲这个真理，扭曲这个明明通知的真理，直到用这个人家己抓做是的真理来成做生命的真理。因为罪的缘故，扭曲之后，你就会碰到一个真趣味的部分。因为扭曲了后，人很多的小聪明就继续在上面打滚打转。什么意思？我唔知咱有经验过无，是讲有看过无？一开始计算机顶面所打的铜板，我唔知咱有印象无？我细汉的时看过是啥物？贴1块钱
但是渐渐嘞，哎，1块钱好像赚得太少了哦，10块钱比较，表示赚搁较济。啊，差不多这10年左右，计算机顶面已经唔是贴10块钱，贴多少钱？50块，搁较大圆，赚搁较济。那咱都讲乖乖好啊，一开始乖乖是小包的乖乖，好像不够乖，想啊，要用大包的乖乖，会搁较乖。从变家庭号，即马叫做啥？即马叫做澎湃包，愈大包愈乖愈好。你看到是什么？人所以为明明可知的真理，这已经扭曲去了后，人继续伫顶面一直闹，一直说，一直去想空，讲哇，我要怎么让这样的真理对我的生命有帮助？这就是保罗今日互咱看见。当迄个真理已经互人扭曲了后，迄个真理互人扭曲了，人翻倒转，掠世间上帝所创造物件来看做无限的上帝，人反而不再去敬拜真实的上帝，人反而敬拜的是人自己想象出来，人家己去想的，人家己认为的，人家己去设定的，这个来成做伊生命的上帝，成做伊生命主宰。认为讲仰望这个，我靠这个，拜这神，就真正会当得到生命的富贵，得到生命的平安。得到生命的丰富。保罗讲，这一切拢是因为罪的缘故。如果是安尼，咱搁一遍翻头来想，安尼上帝，你创造天地，将迄个清楚明确会当互人生命得到拯救真理放伫个所在，当人扭曲了后。上帝，你敢有出手？上帝，你敢有出手帮助来扭转转来？我相信咱兄弟检采会去讲有，上帝有出手。为什么？因为咱看咱的圣经，对创世纪开始，当人犯罪对倒了，迄个真理已经扭曲去了后。咱的圣经对创世纪开始，咱不断看到什么？上帝伊有差遣伊的使者，上帝有差遣真侪只的先知，帮助人对迄个扭曲状况，咱讲扭转回来啊，一直扭转回来啊。上帝无出手吗？有啊，上帝有出手啊，可是一直无法扭转。有时咱检采去认为。安尼敢是上帝较含慢，上帝的功力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把人这样扭转回来。甚至如果是安尼时，咱如果过来看今经文，如果你手头是看华语版的时，你更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保罗讲一句真趣味的话，叫做“上帝任凭他们”。上帝任凭他们，你看起来感觉是安怎？上帝差遣这个使者无规波无效，好啦，顾在恁啊，顾在恁啊，顾在恁啊。如果从华语的圣经，我们好像会有这样的错觉，干嘛讲上帝你敢手插咧，讲好啦，看刷去啦，徛关山看马烧炭，迄种状况，上帝敢是安尼？咱的台语圣经犯做什么？叫人心内的私欲，好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讲上帝你差遣这使者一直来，这先知一直讲规波无效了，安尼准煞去啦。
真侪时阵，如果有这种的认捌、认知、想法的时，我们会跑到一个，咱讲有一个介成将责任拢撒伫上帝遐个代志。啊，上帝，你舞几步，你感觉讲不行了，好啦，安尼顾在恁，任凭你们自己去啦。好像责任又在上帝那里耶，好像责任又不在人的身上耶。其实，如果咱斟酌来去看，斟酌来想，其实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咱的信仰的观念。敢是上帝手插来讲好啦，顾在恁啦。恁犯罪对了的人，我无爱插恁啦。我已经甲你讲几步啊，恁要继续安尼时，安尼无爱插恁啦。上帝敢是安尼的上帝？其实。伫阮查某囝学骑脚踏车的时，我有真深的体会。阮查某囝要学脚踏车，伊都甲我讲：“爸爸，我同学他们都会骑车了呢。哦，他们都告诉我骑车要怎样怎样怎样。哦，即摆囡仔拢足巧。我同学不止教我，我同学还跟我讲怎样，你上网查 YouTube， 你就会人家就会教你怎么骑脚踏车。哦，我看了好多人教我怎么骑脚踏车，我会了。”啊，所以我去带伊去骑脚踏车。啊，你要注意安怎？你不要管我啦，我会啦。啊，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脚要安怎打？你手安怎走开啦？你很烦呢。这种状况是，我相信咱在座有真侪父母，你要安怎做？你要甲伊斗相共，你要出手甲伊协助的时，伊甲你讲啥？走开啦！即摆囡仔是讲，你很烦呢。只好，互伊家己骑。但是当我放手互伊骑，毋是讲好啊，顾在你啊。迄有时吼，带囡仔骑脚踏车，痛忝就是老爸。放互伊骑时，我伫后壁喏，后壁咧喐。哦，慢一点啦，慢一点啦，刹车注意啊！所以讲放互伊骑，咱讲顾在伊，却是安怎？犹原缀伫惊。犹原伫惊看咧、顾咧，有状况的时，嘛是安怎？爱赶紧撞去头前，甲伊喊咧。其实这就是保罗互咱看到的。上帝看起来是顾在人，人已经扭曲啊，已经将迄个生命真理扭曲去了后，上帝毋是讲手插咧无你管，上帝犹原伫人的身躯边。保护帮助人，其实这是咱想内底一个真水的部分。上帝如果会当出嘴讲爱有光就光的时，上帝敢袂当出嘴讲张宣凯你要悔改，张宣凯你要变做完全军外人，可以。那上帝为什么无要安尼做？因为上帝无望人成做咖喱红啊！上帝不要让人变成一个线控的木偶，在那里被上帝完全操控。上帝以爱人会当出对生命真实来归伊。所以这就是保罗伫今日罗马书，互咱看到真要紧。咱讲有关生命的真理，上帝将这个真理明明放伫世间，因为人犯罪扭曲了后，人要继续用人家己的想法，用人家己的认知认为，这才是甲生命有关的真理。继续伫行的时，上帝并无完全放手顾在人去。上帝犹原伫囝顾咧，通清楚，保罗互咱看到通明确，上帝怎样要帮助人来转来到上帝创造天地这个真实的真理。保罗互咱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照着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照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伫人的生命周围带领、引带、保护。
互人伫扭曲犯罪的状况的时，伫人所认为我家己认为明明的真理内底，照着耶稣基督，发现讲啊，安尼毋对啊！我爱转来到上帝这边啊！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嘛是罗马书，互咱看到真核心的概念。耶稣基督为帮助世间众人，伫扭曲对了犯罪状况，转来到上帝面前，也就是照着耶稣基督帮助人来去领受上帝创造世间就藏伫世间的真理啊！所以其实伫这状况之下，保罗又搁互咱看到另外一个明明通知的真理，这就是咱基督教信仰不断去强调的。照着耶稣基督，除去咱生命的罪过，转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所赏赐的生命，领受上帝所赏赐生命平安、喜乐、甲富足。所以咱看，这是咱的信仰，这是基督教会2000多年来不断世间众人，所有兄弟姊妹不断来去宣扬明明通知的真理。这嘛是咱关岛教会，咱所有牧者同工，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拢不断强调这个明明通知的真理，去做咱的教会，伫咱的服侍。伫咱一切事工顶面，就是要帮助众人，借着耶稣基督去明白上帝藏伫生命的真理。其实这嘛是新的圣经学院，借着设立，不管是早前都有甲大家报告，借着各种学生的培养，互因参与伫真侪事工顶面，借着因所做，互人看到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的拯救以及救恩，这嘛是圣经学院真侪团体、真侪活动伫迄个所在办理，伫迄个空间内底，互人去经验到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伫上帝面前去经验到上帝救恩、上帝疼，去领受到迄个明明通知的真理。我邀请咱。继续关心圣经学院，那么继续伫咱的教会用各种的事工顶面，咱真正是强调耶稣基督成做咱生命独一的主，照着掠条耶稣基督，才会当帮助咱的生命，对这已经扭曲的世间，已经扭曲价值观，已经扭曲生命真理，归伫上帝面前。伫迄个正确的生命真理中，来头前来跑走，咱当心来祈祷。上帝愿意真正帮助阮，特别伫这个世间生活的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太侪声音，有时会抵到阮的丢毒，有时会抵到阮的感觉，这个声音、这个代志所讲的，真正是生命真理。但上帝愿意真正帮助阮，伫今日上帝的话内底，互阮搁一遍真正去看见，只有伫耶稣基督身上，才会当帮助阮去清楚明白上帝你清楚明确的生命真理。恳求上帝帮助阮，坚定阮的信心，互阮继续强调伫耶稣基督。互阮继续照着仰望耶稣基督，顺坦耶稣基督吩咐，互阮的生命真正伫上帝所赏赐明确清楚的生命真理中，来甲上帝相结连，领受上帝所赏赐丰盛的生命。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来唱圣诗，圣诗580首，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第一时无路第二时我感谢。安尼服侍也无够爷，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第一时无路第二时我感谢。请坐。这是要来奉献，请周浩加传恩。在不在？那个叶本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咱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
咱台语读2遍，华语要来读1遍。咱三甲来，因为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权能甲性质，凡所未看见伊个，对受创造的物，想了就明明看见。福音无路通推脱。罗马人书第1章20节，搁一解。因为对创造世界以来，上帝永远的权能甲性质，凡所未看见伊个，对受造的物，想了就明明看见。福音无路通推脱。罗马人书1章20节，华语。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章20节。咱三甲来分开咱第3面周报第3面的关注家训。咱感谢陈牧师今仔日到咱本会来分享上主的恩典吼，兄弟继续来关心吼，来新竹圣经学院的事工，也为着咱为着因大道奉献。咱的牧师今仔是到三重埔教会来主持伊的牧师的感谢。过来本会咱伫9月份开始，就是后礼拜啦吼，后礼拜9月份开始，咱就恢复咱2场的礼拜。第1场是华语上午9点来开始，第2场咱就恢复伫10点半咱的台语的礼拜。咱也继续吼，伫礼拜有即个线上的即个直播，请参加礼拜的兄弟，咱就三角来配合咱的防疫的即个各种的即个措施啦吼。简单的规定安尼。第三是咱的草马吼伊的个别礼拜是咱伫礼拜日吼，即个礼拜日礼拜2、礼拜2吼，礼拜2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吼，至真一厅啦吼，至真一厅吼来举行。松甲有备办，有准备迄个游览车会当来去吼。若要你来即个搭车的即兄弟吼，咱就用咱的蓝莓技术来登记吼。伫礼拜2的上午9点吼，咱就伫咱的基督学院遮来集合，你来出发吼，来出发。今日的主日咱的中职的线上的即个白话字基础班，咱来暂停吼。牧师是较无闲。过来拜3的祈祷会，查经的部分是郭牧师来处理，祈祷的部分是我本人来处理。欢迎兄弟踊跃咱来出席，咱无法度来，咱来参加咱的线上吼，咱一并来用线上三角来参与伫咱的教会的祈祷会，请大家吼，咱就踊跃来参加用祈祷来祈祷咱的教会。过来后主日。你来召开礼拜后要来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着咱的中职的客，咱就出席来参加来讨论咱一寡的代志。9月12号，9月12号，这礼拜日咱要来举行圣礼典。若有要参加成人的洗礼，也是更新礼，也是消日洗礼的兄弟，咱就较紧来郭牧师来报名吼。伊安尼较好来安排即个慕道班的课程。过来教界的消息，甲咱的大道事项，咱大家来看。为着咱所关心的每一项代志，用祈祷来祈祷，甲主来同工。后礼拜事项，事会是秀珠执事啦，吼。可能要特别注意吼，就是华语已经嘛开始啊，华语甲台语吼，拢是秀珠执事。事情部分吼，华语是陶琴演员啦吼，台部分是完全继续来担任。事情部分细项甲一分其他咱家己来看。咱奉献的部分，咱会当来看周报吼，咱逐礼拜拢有点，若有7日嘛免客气吼，来财务来订正，
还是来甲讲，毋知最近有要补充还是？感谢天父上帝吼，互咱对咱简单教会吼特别有祝福吼，因为咱对顶礼拜开始吼，咱开放咱的实体礼拜那么本来是50位吼，即个一栋敢若会当限制50位吼，不过即礼拜咱就已经开放到80位所以咱会当真放心啦吼请兄姐转来咱教会来聚会吼伫顶礼拜咱嘛看见吼，咱兄姐真踊跃转来咱教会来，大家同心来敬拜咱的上主吼毋茫讲咱的疫情哪来哪好势吼咱即个心也搁较平安不过嘛搁再一遍提醒吼，咱嘛是拢着爱注意咱的防疫的一切措施吼咱会当家己搁较安全互咱的整个咱的教会咱的社会、咱的国家也会当搁较伫真安全的状况来发展来咱教会来敬拜吼伫遮即个咱搁一遍来感谢咱马街平医牧部的即个张牧师吼，伊伫今日是新德圣经学院的即个奉献主任吼伊伫遮来代表学院来甲咱请安报告所以咱搁一遍用拍扑来甲欢迎。伫遮受咱牧师的即个交代，叫我搁再一遍提醒因为咱后礼拜开始，也就是9月第一礼拜开始，咱就要恢复咱的即个华语礼拜本来咱是无计划遐紧但是因为伫即礼拜中咱的伫个基督学院聚会的即个原声学即个学院即因的辅导有甲咱的美容长老即个联络因为因即边佫增加7个学生，拢总有27个学生即个伫即学期开始，因已经开学因的学习甲一般无共所以27个毋茫讲会当过来咱遮聚会所以即个嘛是咱真重点的即个牧养的即个对象所以伫昨昏咱小会也有讨论即个问题所以虽然咱无按算安尼，但是咱为着遮个青年羊群的即个牧养的关系所以咱后礼拜开始就要恢复咱华语礼拜所以咱兄姐特别注意咱台语是10点半开始啦华语是9点所以咱特别注意时间请咱即个会当控制好势佫煞接咱因为牧师去三重埔教会办理牧师三重埔教会牧师监选的即个事务所以伊可能会赶袂转来所以咱最近咧上的即个中职线顶白话2班基础班咱即礼拜就暂停啦所以互咱中职小休困一下，小消化一下以上报告。好，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402首，吟诗了后，要请牧师来张牧师来替咱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祝福的诗。你改变。
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来散会。